继续来看国民党总统初选昨暝最后一场的政见发表会，参选人郭台铭发出讲0岁到6岁囡仔国家来饲。郭台铭甚至讲钱若无够，伊就家己出，就算甲家己的家产开了嘛，在所不惜。结果去互朱立伦甲算讲，郭台铭的家产恐惊只会当挡1年。韩国瑜一个开喙就讲萧肯讲，拄则因两个人所互相指责的所在，伊拢同意。结果是引发到现场一阵的笑声。国民党总统初选第3场国政愿景说明会，朱立伦一开始就针对郭台铭0到6岁国家养，这是社会主义。台湾1年大概有18万个新生儿，2年共有108万。一个孩子1个月补助15万，15000块钱。到时候筹措的财源不够，那时候我也会用我自己的财产先拿来垫资，就算散尽家财，也是在所不惜。双方你来我往，延续到第2阶段国政提问。台湾的小孩1年是生20万，不是18万。0到6岁加起来现在是121万多，不是108万。那以你的身家，大概只能负责1年左右。国家公布的去年新生儿是18万1000多，就是20万啊。那可能有2、3万是没有报户口的。郭董不要算孩子算1年啦，去年的生效的确是18万多，前2年都是21万多，不要少算了，到时候你要付钱。郭台铭董事长跟朱立伦市长互相指责对方不足的地方，我个人完全都同意啊。韩国如果要拼平民的经济，检讨综合所得税，郭台铭计划要扣好野人税，成立主权基金。朱立伦话讲，地下经济爱从严扣税，推动自经区。另外的议题，朱立伦强调爱核尽其用。韩国瑜提出2035年排碳甲无碳的能源各占50%，郭台铭支持以核用力，不是使用核能。合适的未来，我们认为必须要由全民来做决定。在民进党执政这3年来，缺德比缺电还严重。在安全无虞以及人民同意之下，政府应该要继续使用核能，以及重新启动核四。把最后讲出政策机会，韩国瑜阁讲出一句话：东方花烛夜靠自己，没有人靠别人的，选举必须靠别人。我就在你身边，一切为你承担。所有候选人拢是步数真点，就是希望赢伫7、8到10时的民调胜出，代替国民党出征迎战总统蔡英文。